即日真先读册转来，去田里挂稻果头，要享火，到暗无转来。老母伫清理间倒来，就去甲伊替单。迄时暗袅袅，到厝至勤想着伊行前，卫生裙有配一位新无花。OK， 我毋知影即马是除了马文，敢有其他人应该无啦吼。Make moderator， OK。迄时暗袅袅，到厝至勤想着伊行前，卫生裙有配一蕊新无花。是拜托人对府城买倒来的，头拄仔袂记你摕起来，当去田里担稻果头，毋知家老伫倒位，真要紧，青强咧找。好，顶回读到遮啦吼，顶回读到即段后壁这是，顶回是读到迄时暗袅袅吼 ，OK。好，来，直接一字看吼。到厝至勤想着伊行前，卫生裙有配吼，有配一蕊。变调吼，配爱变配一蕊新无花。什么叫做无花 ？BO 第7条吼。H 新无花吼。新无花，无花 ，H O E 第1条，无即个字啊，错台语。TJ 台语白话小词典，31页收，看无咧。无花就是无仔的顶头的花章吼，无花。伊汉字嘛是写迄个花草的花啦吼。这怪怪啦吼，因为是卫生裙啊，无花，那敢若是无仔顶的花草，但是是卫生裙吼，是拜托人对府城买倒来的吼，就是本来应该是爱家己的即个无仔顶的吧，伊就家己的卫生裙吼。头拄仔
袂记你摕起来吼，袂记你甲拔落来吼。当去田里，当稻果头，毋知家留伫倒位吼。即个应该拢免看才对吼。真要紧吼，青强在找吼，因为感觉这物件真要紧，所以青强。咱来知影青强吼，青强大家拢知吼，青强啦，青强。CHHINN 强 KIONG 第五条，无收即个数吼，无，兼拍一个 H， 兼拍一个 N，CHHINN 吼，我嘛是无。copy 安那用青强应该嘛是无得对 ，CHENN 无，出台语。青强嘛无，我咧药是毋是太薄吼？青强才对啦吼，青强就是发了疯似的吼，青强在找吼。好来，我侪人入来，特别来读一下。哦，我问敢若你哈，我有你方便无？无声哦，因为我嘛无声，哎哟，Hello，哦，安尼有声啊。我拄则读几部，结果你可能无听吼。你敢有听？我听到你念到迄个什么心无火，迄个后壁就无去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所以是有啦哦。OK，后壁其实拢免解说啦吼，是拜托人对府城买倒来的。头拄仔袂记得摕起来，当去田里当稻果头，毋知家留伫倒位。即每一字每一字拢咱拢捌看过吼。最后一句是讲真要紧，青强在找。我拄则有去所有的字词典，包括找来去找，不管是青强拢无看吼。我咧药是。听我教就是甲伊讲做惊慌啦。对，我知影意思啦，这意思应该拢知影译会出来，就是讲迄个伊写青强吼，还是青强，迄个毋捌看过吼。一般人讲青强啦吼。我说我用青强去拢都拢找袂着，我咧译是毋是伊个 type 加一个 I 去吼？OK 好，所以当然你要写青强嘛，毋是讲袂使，就那敢若我免查字词典一看嘛，知影啥物意思吼。好 ，OK， 咱这段来个读一下吼，就自头读到尾啦吼，自头读到尾做一个读起吼，我搁读一遍吼。即日真心读册转来，去田里挂稻果头要行火，到暗无转来，老母伫精美间倒来就去家替单，迄时暗猫猫。到厝至勤想着伊先前卫生裙有配一类，心无火，是拜托人对府城买倒来诶。头拄仔袂记得摕起来，当去田里担稻果头，毋知家留伫倒位，真要紧，青强在找。好来，着你。真心读册转来，去田里挂稻果头，要行火，到暗无转来，老母伫精美间倒来，就
志勤受到伊行前为新群，有配一蕊新无花，是拜托人对虎蛇爬倒来，头拄啊袂记得摕起来，担去田里，担着果头，毋知家落倒位，真要紧，车强在找。好，真好真好吼！我读几领纸，才我读几领摆，才我都读较顺哦。你头一摆就读顺，真无简单。担去田里担着果头，头先是讲挂着果头啦，吼，后壁讲担着果头吼。我是想讲是毋是挂了，就用担甲担起来，吼，用米呐啥物吼，甲担起来吼，担转我咧用吼。抱起来、举起来，反正就是伊咧一步一步一粒一粒，啊，总是无可能用双手摕，一定有一个你讲担转嘿。啥物会底啊？好。底咧睡觉的啦，读用啊。好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真生听见，即时爬起骹沿路去吼，找拢无，咱即段也读了啦吼。找倒转无看通找吼，这应该是无看吼。就用手沿路沙，对牛车路巷直直沙到厝。串沙是牛屎牛肉，惊人咪。你看无即句什么意思吼？不要紧，咱等下来看吼。我知嘿，我是串沙看无啦，吼，等下才知吼。串沙就是迄种来串囝串着一直串啊，见沙就是沙着遐个物件嘛，所以迄个串。OK， 所以有咧讲法就对了吼，等下才知吼。失落的无花有缘沙无，心讲火倒哦。这是小可米，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，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，附近人在找银，牧者在找羊，老爸在找囝，迄个旨意毋知到怎样。上帝在找咱世间人，迄个热心毋知要怎样讲。OK， 来一段一字来吼。真生听见老母讲无话无去吼，真生听见，即时爬起骹沿路去吼，即时爬起骹哦。爬起骹就出发嘛吼，就是爬起骹沿路去吼。边走边找吼，沿路去，就是这个意思吼。找拢无，但是拢无看咧吼。找倒转无看通找吼，所以去搁找倒来吼，回头搁搁继续找嘛吼。找倒转就是回头搁找吼。无看通找，就是天暗啊嘛，所以无看通找，就是无看通找，看不见吼，即无看通找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解释吼，就是看袂着啦，暗蒙蒙，无看通找。头前就已经讲暗猫猫吼，即嘛绝对搁较暗吼，就用手沿路沙吼，就用手沿路沙来看即个沙哩。头前应该你后面看，我看有啥物字特别爱看。爬起骹，
哦，爬起骹水迄个爬哩，开始看起。爬，嗯，哦 ，OK。我咧找讲这爬有两个意思，结果一个意思你写做伙啦吼，一个是爬开的爬吼，拨开吼，伊甲爬开的爬甲登高的爬吼，拢甲写做伙吼，共一个汉字就对了吼。好，爬柑仔婆，查某相爬，目睭爬金，爬线无爬无通食。其实即个爬嘛，毋若是一个拨开的意思吼，爬柑仔婆即种是拨开，查某相爬，这我就毋捌听过吼，可能是相拍啦，查某相爬吼。目睭爬金吼，即拨开，但是目睭婆毋是讲拨开然后提金的意思吼。爬线无爬无通食，即嘛毋是拨开吼，你意思是讲你若无做无通食吼，无爬无通食。当然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吼，即个用即个爬吼，无做无通食，知啦，无爬无通食是今仔日才学着吼。好，过来是爬山爬楼梯，哦，这拢是登高嘛吼。存钱拿久爬壁吼，你要欠钱足慢的吼，开是足紧的，逐逐欠哦。存钱拿久爬壁，爬袂起嘛吼，逐逐爬吼，爬起来吼，所以拢是爬。啊，但是爬起骹，伫遮是啥物意思呢？伫遮根本就嘛有看，就无敢若无对应吼，爬起骹。伊是相款啊，然后敢若拄则，比如讲查某相爬吼，爬线无爬无通食吼，无规则啊。爬起骹其实是含登高其实差不多是共一字啦，但是毋是登高吼。爬起骹，咱敢若拄则这OK， 爬起来就是站起来嘛，啊，爬起骹就是你站起来开始要行出发吼。起骹就是你骹步开始振动啊，头前一个动作是要爬起身嘛吼，爬起骹即个爬就是安尼用的吼。好，爬起骹，沿路找，沿路去吼，找拢无，找倒转无看，无看通找吼，就用手沿路沙。好，咱来看即个沙字。目沙会沙，或者是土沙即个沙，但是土沙即个沙，伊规则是啥物？石头边的沙吼，最少会少石头边，望的左右边啊所扑出来的土锈子啦吼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望的无白的两边边啊，又伸出去的两支，然后敢若即个手骨安尼，伊写土锈，这叫做沙。嘿，这叫做沙，但是呢，我嘛是今日才学着，原来这是叫做沙吼，无沙吼，无的沙吼。咱来看例句讲，好沙，这我袂晓读汉字，安尼我袂晓写吼。行孙灭亡吼，过来是零沙串堂吼，咱来查一下串堂要安怎读。行孙兴旺，好来我先直接看原册扫描下字。拼音安怎读？哈卡是无，我若会记是好开头的哈卡哦 ，OK， 无左右吼，突出的写满头青，满头青，其实毋知敢若两支手骨撑出去安尼吼。好来看伊个例句讲。好沙，这是读做
同啦，但是头一字即个串字是要拼音是安怎读？看开始读做让，好沙藏同，子孙袂亡。来，这卖后边我来查一下串堂有收。既然又用的这个汉字，我查看大理大书店有收这个串堂2字。用汉字去测吼，有收吼，叫做串同吼，串同的日文卡那拼音是写做，伊写苏，好，这个就是鸡的拼法我毋知哦，是西，但是伊毋是西，还是写苏啊？好 ，OK， 这再另一再研究。好，串同就是路，或者是山炸着梦，山去炸着梦，山去炸着无牌，或者是路去炸着无牌。白虎串同，子孙少年亡。吼，这一寡这风水的这个要怎讲？一寡道具的啦吼。这卖学这啦，我实在对这种就册吼。这种卖讲迷信啦，就讲你这种讲好的袂要紧，你若讲一个歹吼，掉伫头壳内，迄是足歹吼。你都看了这就惊吼。这是足歹吼，所以我根本就无啥物学这吼，咱知影就好啦，知影啥物叫做串同吼，去查着无的路，或者是山吼，毋对，爱反转头来讲，就是讲你无去路，或者是山去查着，才叫做串同吼，这种情形叫做串同。伊的例句就是讲若是串同安怎吼，就安怎若是安怎串同，就是你若和平甲冷平啦吼，和平甲冷平就是。倒青龙正白虎吼，倒手边若去互路查着是安怎正手边若去互路查着安怎吼，这拢卖学这吼，就切这物件吼。我切是因为足侪人你讲这时伊无意识着讲这其实是足歹的物件，你讲吼，你毋知影讲这其实对别人的影响足大吼。就算讲我无相信风水，你安尼甲我讲一句足歹听的话，我实在是心足艰苦。我前来美国时，我就亲身感受着讲，即寡歹话伫你头脑内底造成偌大的影响。譬如讲，足简单，你若看了一间厝路冲吼，所有台湾人拢相款，大家拢已经足明显的，就是迄种头壳内迄种刻板印象吼，就是已经刻伫你的头壳内，刻伫你的心肝头，刻伫你的骨头内底啦。你看一间厝，正大门头前就是一条路，直直冲过来。你看你偌侪人挡会着？你偌侪人袂去想着一项代志？想着你自细汉所听着迄种风水的讲法。但是我伫美国根本这种厝我定定看着，我定定看着，当这厝就是甲你起甲拄好迄T，譬如讲 T2路，T2的路，伊就甲你起咧路边，路遮宽边毋是路遮宽，路边啊地遮宽人，伊无去起到，伊就徛在甲你起伫咧路冲伊位。人是安怎人过了诚好啊，今仔日为因兜是安怎？对啊，所以我对迄种讲法吼，迄内底对咱读个毒化有偌严重，其实我足清楚的啦，所以我对这，因为我清楚，所以我对这册。你若无清楚，你会感觉这个讲哪讲啊？伊讲伊的，你若有啥物差？但是你就毋知讲歹即种物件对你即个本身的即个毒化有偌严重，非常之严重吼。这就是支那话的一个足歹的歹处吼。伫遮，咱大家拢想我慎终追远，我追本溯源，我不忘本所以呢，汉文化咱何论人，我咧讲吼。
我对这我咧呸，我咧跟你讲咧呸出去烂。你毋是逐项拢好，你毋通当作你逐项拢好吼，毋通是你讲是我当然毋是讲逐项歹，但是我知影内底足侪是毒的吼。好来，继续看啦。好来，串动知影去什么意思就好，无必要去学迄吼。过来，我读到倒啊？读到就用手吼沿路沙吼，所以沙就伫遮吼，沙吼，是因为迄个拄啊学着迄个无边的即个两支即个手骨伸出去，即个叫做沙吼。过来呢，就是咱即下要学的即个吼，手伸边去抓去搓啦，去摸索吼，叫做沙。去抓应该用去抓，去摕啦吼。手伸边去摕叫做沙吼。比如讲沙瓦，歹势我拄仔发音毋对吼，毋是第一条的沙，毋是 sh 吼，是沙瓦来就摕过来吼。四过沙就四过去摕吼，四过去 collect 四过沙。沙头毛白门沙袂起吼，即拢是去摕意思吼。白门沙袂起是伊是有伊即个蕴含的意思是讲目睭爬无紧吼。白门沙袂起，白门倒啊，其实你要沙嘛是有，但是你要用手去沙无法度啦吼，用手指头啊去扭是有法度，但是你用手掌要去。手伸边要去沙白门是无可能吼，所以白门沙袂起，意思是你目睭爬无紧啦吼。为即个安怎延伸去，我就看无吼。白门沙袂起和目睭爬无紧是安怎两个会当牵做伙？好，第二个意思是掠人嘛，叫做沙。我若会去进前咱讲赃吼，讲警察去。赃着几个人吼，赃我赃去即个交警赃着某咪人转来，安尼吼，就是迄个赃。即只呢，伊的例句是讲，伊互警察杀去吼，就是去互警察掠去吼。OK， 杀吼，伊即只讲。小说家是讲沿路去，找拢无，找倒转无看通找，就用手沿路沙吼，用手去摸索吼，沿路沙，因为暗时啊睇看袂到，毋是当然直直爱用手去摸索啦。即只沙无一定是摕起来，因为你无物件你要摕起来吼。沿路沙是讲我沿路去摸索，手伸边嘛吼，手要伸，手掌要摊平去扯叫做沙吼。OK， 三年入来了，志愿兄入来，好 OK。我毋知影阁有啥物其他的人入来，我无看，我看这个人吼。后来咱继续看，吼大姐你讲啊。OK。对牛车路巷直直三到厝吼，就是因为有一条路啦，细条路叫做牛车路啦吼，牛车路，佮加一个巷字吼，巷嘛就是路嘛吼，对牛车路巷直直吼，直直一直嘛吼，直直吼，直直三到厝吼。这条路是毋是直我毋知啦，有可能直嘛，有可能无直啦。你就是一直在，这个直直沙就是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动作，就是直直做，直直安怎吼动词。迄直直后壁迄个动词是讲我做这个动作是 all the way， 或者是讲比如讲连续 continually 吼，或者是伊无算连续的，嘛是讲。discretely 就是什么 in a row 安尼，就是比如讲连续7天吼，7天逐天拢做吼，直逐天直做吼，拢会使直吼。当然伊嘛有可能讲这条路是直的啦，这我就无确定吼。对牛车路巷直三到厝，至少咱会当确定的是，伊是规路直咧三吼。是毋是路直咱毋知，有嘛是相款，无嘛相款，就是直三到厝吼。
好，拄则即字我看无吼，串沙吼，串沙即字串是毋是连音嘛？所以我就讲，白话字的连字符，我一直抓袂着，伊个用连字符甲字连起来，迄个理路。啊，即个串沙是牛屎，即个迄个串，我就讲，我的理解是串囝串着啦，就讲，伊要找迄个新无花嘛，我就找无啊，打无嘛，变沙，就是讲敢若杀着牛屎、牛肉这样物件，讲后壁惊人米嘛，啊，你惊人是垃圾。所以迄个船较沙就是牛屎啦。所以迄个船应该是我直接想就是串囝串着迄个船。OK， 但你大书顶有收一个意思啦吼，即个船咱其他先莫看，就是看即个意思。伊是汉字是用规竿迄个串的两个钟吼，两个钟塔顶下塔叫做一串嘛吼。伊内底有一个意思，伊两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是讲主要是指歹结果，每摆拢发生吼，每摆安尼吼串吼，比如讲串买串贵，你每次买都这么贵，串买串贵吼，串讲是无好代志吼，建讲拢无好代志吼，就是我拄则讲的吼，伊刮风水吼，建讲无好代志吼，串行啊险路吼，见摆行拢是行即种足恐怖的吼，诶路途。啊，所以伊讲串沙就是见摆去杀嘛，每一摆吼，所以就是即个意思吼，是即个串诶，即个意思吼。头前另外第一个意思我就无爱讲吼，就是贯通突出吼，这都无爱讲。好，所以串沙呢，就是特变沙吼，串讲、串沙、串多少？串买、串行吼，这是大理大书顶一款类词。所以串沙、特变沙吼，我就今仔日才学着即个用法吼。串沙是牛屎牛肉吼，就是你手伸边去沙，伫咧涂骹沙物件，但是涂骹毋是清气的吼，涂骹有牛屎有牛肉吼，所以你会去沙一寡奇奇怪怪物件吼。即嘛。人较罕的，较无多看袂到啦吼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伫咧庄骹路，当然我定下咧行，我确实属实是安尼吼。因为迄牛路就是人甲牛车咧行的嘛，或者是牛吼。啊，你牛你若沿路行，沿路放屎啊，伊无升起来吼。迄伫台湾的牛车是无咧升牛屎吼。无像欧洲因后来即个马车是规定爱有升迄个马屎吼，袂使沿路放吼。啊，所以路诶就有牛屎吼，莫讲你暗暝摸手去杀看袂着。我甲你讲，我做囡仔时阵，敢若行路无拄好就去踏着牛屎，行路哦，因为牛屎是你拍打了后就足暗色诶，吼，可能就已经乌吼，乌噜噜。你无注意看，你草埔就是深绿色，你顶头一只乌，你若无注意看，你踏就过吼。所以我做囡仔时，阮做囡仔无咧穿鞋啊，拢脱车骹诶吼，踏着牛屎来去找圳沟洗骹吼。牛屎是袂臭吼，是免烦恼，牛屎是袂臭，只是废气嘛，你踏着牛屎吼。OK， 串沙是牛屎牛肉吼。惊人米吼，其实袂讲介惊人吼，惊人米。当然除了牛屎牛肉，可能阁有其他，我就毋知吼。失落的无花幽园沙无吼，我毋知恁后壁来入来头前知影无？就是因老母去要退单吼，要去退要去担稻果头，结果。卫生群顶头诶一蕊无花是拜托人去府城专工买吼，结果煞无去吼，啊真要紧，所以因后生真生一听到错加落去啊，就去四过错啊吼。但是失落诶无花，即嘛读到遮讲失落诶无花吼，即个无花就拄则迄个帽子花吼花章吼，失落诶无花幽园沙无错无啦吼。心公会德吼，心公会德，这是小看米吼。虽然讲这毋是啥物
重要物件啦，这是小可物。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吼，已经处理得足善的啊吼。拜托人去买的物件，专工拜托人去买，结果甲无去吼。所以呢，是掠做宝贝的物件吼，这应该拢免啥物查啦吼。这是小可物，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，掠做啥物？掠做啥物？就是 take it us 吼，就是当作是啥物吼？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吼，伊就是这基督教徒因拢看圣经、听圣经讲圣经，因定有一句话讲，你爱讲造就人的话，吼，你爱讲好话就对啦，爱讲好听话吼。你莫去讲歹吼，因所看圣经内底，当然圣经拢教好诶，当然圣经内底嘛有一寡歹吼。我意思是讲，因对当中所学到拢是好吼，因为对因来讲，上帝所创造一切拢是好吼，所以因会对，就算是歹诶字、歹诶句，因拢对好诶即个角度去看吼，用好诶角度去看，伫心内底种下迄个。种落迄个好诶，即个种子吼，这最重要诶吼。啊，当然会当莫看歹上好啦，你看歹，你搁要去想好诶吼，其实迄是诚大诶操练啦吼，规气都莫看吼。所以拄则迄我就规气都莫教吼。OK， 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，路加15章内底有故事，就是相款就是哦，咱来。继续看，讲富人人在找银吼，内底有故事是富人人咧找银吼，牧者在找羊吼，这个敢若一个譬如嘛，你富人人咧找银的迄个心，遮尔迫切的心，就敢若一个牧者要找羊啦吼，找羊仔转来吼，这拢是譬如啦吼，伫基督教会内底，譬如就是一寡羊是毋知。羊是戆戆吼，带头羊安怎带，倒去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若带对歹就行对歹，带对好就行对好吼。牧者咧找羊，希望甲找转来。你若有会行毋知路去，一两只羊仔行毋知路去吼，失落去爱甲找转来吼，找转来即个教会，敢若羊阵就对啦吼，羊群吼。牧者咧找羊，即种心嘛是相反遮尔迫切。老爸在找囝吼，嘛是相款遮尔迫切的心。迄个旨意毋知到怎样，就是迄个旨意的心，迄个迫切的心，迄个遮尔要紧的即个心，迄个感觉吼，当作宝贝你找迄个感觉是毋知是到怎样吼，无法度通形容讲袂出来，所以说毋知到怎样吼。这应该拢免看啦吼。上帝在找咱世间人迄个热心，吼，上帝在找咱世间人迄个热心，毋知要怎样讲吼。我忽然间想到阵，我看了马云咧读迄个单车失窃记吼，吴明义。但是我听，其实我已经足晚，我听的时阵都真紧就困去，后壁有听着。系啊，啊所以你读偌久啊？几点钟？差不多吧。哦 ，OK， 我毋知，我敢若听头前。OK， 有机会再搁听啦吼。来，迄个旨意毋知到怎样吼？上帝咧找咱。世间人迄个热心吼，上帝咧找咱世间人的迄个热心，毋知要怎样讲吼，就是伊本来即嘛咧找即个，伊感觉足宝贝的即个无火的时阵，才想着圣经内底所讲的即种心，较早可能无法度体会吼，即嘛才发现讲哇，原来是遮尔啊迫切吼，遮尔啊心光火热。好，来，咱三个人咱来读吼。好，
好来，真先听真先听记我头前我嘛敢若嘛无读吼，几日吼？咱头前读过。哦，咱两个读过吼 ，OK。好，真先听见，即时爬起骹，沿路吹，沿路去，找拢无。来，马文。真心听见，即时爬起骹，沿路吹，沿路去，找拢无。三年。真心听见，对。即时爬起骹，沿路找，沿路去，找拢无。好，真好哦！我听三年读，我才想到我都谈到，即时吼爱变调，即时吼，即时随马上立马哦，来即嘛讲立马哦，即时爬起骹，沿路找，沿路去。我看嘛，我变调是变唔对吼，沿路这是对啊，但是沿路爱个变调，173173沿路找，沿路去。哦，有我变调啦，沿路找，沿路去吼。就是第7条还佫变第3条嘛，173、253、573哦，不管是北腔、南腔，拢是变调变第3条，沿路找，沿路去吼，来安尼读，找拢无。找来继续啊吼，找倒转无看通找，就用手沿路撒。来马文。找倒转无看通找，就用手沿路撒。来三年。等下我甲这个找倒转无看通找，点是？爱变调啦，无看通找啦吼。无看通找，我读到来，无看通找就用手沿路撒，对有车道，这样袂读吼。沿路撒就好吼，哦对，拄则我这定遮吼，后壁我看伊敢若一个固定哈。歹势，不要紧吼。我为虾米讲无看通找吼？爱变调，因为你无看，到遮等于咱敢若讲找倒转无看，但是呢，伊是无看通找吼。这个看字是，通找是看诶补助诶词啦吼，就是伊应该是连伫咧看后壁，一定爱连伫后壁吼，无看通找吼。毋是目睭无看，是无看通找吼，所以我认为是爱变调吼，无看变无看通找吼。后来这本来爱读做伙，咱互我转去吼。对牛车路巷，直直三到厝，来到遮。马文。对牛车路巷，直直三到厝。来三年。这个。对牛车路巷，直直三到厝。对。串衫是牛屎牛肉惊人面，失落的无花幽园沙无，心光会倒吼，应该是到遮吧。好来，大家心光会倒吼。来。串衫是牛屎牛肉惊人面，失落的无花幽园沙无，心光会倒。三年。这个串衫是牛屎牛肉惊人面，失落的
无花游玩沙无，这是无花。无花，无啊花啊，无啊会冒花啦，吼，冒花。无花。你继续读。对，我还有一句。游玩沙无心公会倒。心公会倒吼。心公会倒。我阁会记得咱迄个啥，进前嘛有甲咱小解什么主谓什么宾什么语个，主谓结构，心公会倒吼。对对嘿。啊，当然，即个可能因为有一寡词是有个人会读当做主谓结构咧读。对对对嘿。嘿。风调雨顺，要毋过有个人是甲伊当做一个词一个词。对，拢会使，拢会使。我毋是讲一定啊，读到心公会倒吼，我著想到你拄讲着，迄嘛是会当安尼读吼。好，来继续吼。这是小看米，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。来，猫。这是小看米，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。啥呢？这是小看米，毋过善乡人是掠做宝贝。就想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，妇人人伫找银，牧者伫找羊，老爸伫找囝。迄个比喻毋知够知样，咱读到遮吼，毋知够知样。马文。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，妇人人伫找银，牧者伫找羊，老爸伫找囝。迄个比喻毋知够知样。来，啥呢？就想着伫主日学有读着路加15章，妇人人伫找银，牧者伫找羊，老爸伫找囝。迄个比喻毋知够怎样吼？怎样？对啦，怎样嘛是会使啦，但是这只是写怎样吼？上帝伫找咱世间人迄个热心，毋知要怎样讲吼？怎样讲嘛是会使吼？马有。上帝伫找咱世间人迄个热心，毋知要怎样讲。来，三年。这个上帝伫找咱世间人迄个热心，毋知要怎样讲。好，来，咱今日读到遮啦吼，搁上落尾一段吼，第10章即个最后一段，咱后回再继续读落吼。感谢，安尼我来开放吼。